咁我哋朝早遊完呢個埃及個大金字塔之後咧，下一個景點就係獅身人頭像。咁喺嗰度睇完之後咧，我哋睇完獅身人頭像之後咧，就會去食個 lunch。食完 lunch 之後咧，就會繼續去呢個埃及大博物館。獅身人頭像喺呢度。انبياء اسكوز مي يا استاذ تسكر فين؟ فين؟ طب تعالى كلها معايا كلها معايا. طب انت ساكت فين؟ انا دخلني من غير تذاكر. كلمني طيب انا بكلمك. بقول لك هتدخلني من غير تذاكر. ايه؟ وتجيب انت. Vale, por eso se acostumbró como tratar como la fuente de Bueno, Amigos, 10 minutos. 10 minutos. 10 minutos, por favor. 10 minutos, no se la puedo.呢間大博物館，埃及大博物館係啱啱11月1號正式開放出嚟俾市民入去遊覽。咁我哋啱啱好趕到呢個時間，我哋11月10幾號嚟到埃及。喺出邊行入嚟大概2-3分鐘，但有啲唔行得咧，呢度有嗰啲電車喺出邊載你入嚟。一望翻出去啦，唔係好遠嘅啫。
不用不用，谢谢。说马云会有问题。马云的亲戚嘛，你这样把亲戚小弟嘛。马云为什么？马云长这样子。好，看看这两个柱子，这两个柱子的话呢，以前有一个神庙，这个神庙叫这两个神庙。但是以前的一些神庙的话，就经过塑造之后，觉得有光，所以他们没有。这个时候呢，正好是老树。我有一点点东西要你。往这边，往这里，木土不金，木頭鍍金。棺材，这么几个棺材，你看到吗？哇，这么大，这个是一个坟墓里面，一个坟墓里面，穿起来的。这边，这边。
อันนี้หมกตูกำมีคูณทอดนี่ช่องหมกไข่ตูกำหมกช่องไว้กำตูทอด Excuse me. Flash. Flash.